在50年前，踮咧台湾所发生的这个228事件，伊的导火线是因为进前一暝远掠私分造成的纠纷，可比是点一拍火同款。但是这个代志一直演变到过长工，因为官方甲民间的互动不良，地事甲这拍火不但无讲拍互花，颠倒有愈烧愈大、愈烧愈严的现象。因为过长工中官公司的馆长机关枪扫射，互民众死的死，伤的伤。地事甲即马所有台北市民，规个拢已经掠狂起来啊！即摆台北市民心肝内愤怒是到极点，用安尼讲，用一句戏剧调调的形容的，讲即摆台北市民啊，对着外省人是脑将心中起分向单边生。地事甲因即马根本就失去理智，凡是若伫路的看到外省人就拍，有真侪外省人因看到即马台北的即个情势乱起啊，地事甲讲上课的毋敢去上课，上班的也毋敢去上班，大家会闪会密，拢尽量密起来。当然，即马台北市民因也袂顾因的柴米油盐，袂顾因平常迄个真规律的生活。规定安尼一撮人定定，看到外省人便要拍，无大要紧啊。若看到讲外省人所开的即个公司行号店头，也拢要去破坏。像讲伫台北车头附近的大中国旅行社，伊的招牌也被破坏。也阁有即个好标的永安堂，也甲官僚资本开设的即个正华大旅社。迄个门窗啦，甚至讲内底装潢啦、设备啦，拢互台北市民冲入去甲破坏掉。咱若讲较大项的就甲扛出来大路放火烧掉安尼是。怀伫迄个骹斗啊，用咧讲所有伫台北方面啊，一片的混乱，像讲。伫即个台北车头啦、圆环啦、南门啦、新公园啦、永乐町啦、延平北路啦、艋舺一带，都拢有发生着即个阿山的公务人员，也甲有警察、宪兵，拢互台北市民掠咧拍。正拄好，即当阵新竹县长即个朱文碧啊，迄当阵拄好开一台乌头仔车来到台北。原来互愤怒的这台北市民要甲揪落来拍，也一个真好心的台湾人啊！人咧讲哇，这县长大人呢，这袂懵袂卡的就赶紧保护这个朱县长到因兜去休困。也阁有另外警备总司令部台湾籍的这处长王明玲，伊也拄好坐车伫外口在巡逻，民众看到哇，唔放伊干休呢，讲好啊，你这个王某人啊无想讲你是台湾人，平常时你也敢做即个外省人的走狗，啪！即个话拍好，大家市我来真正要甲修理啊，哪有咧客气？但是边仔有一寡人想讲卖啦，食头路人对不对比台湾人毋免遮刺激啦，有人安尼伫求情这本来想要互心小一个这台湾人啊，想着讲好啦，今日你好狗命啦。放你一条生路啦，所以即摆台北市啊，一片的混乱。但是根据着讲，迄当阵啊，嘛有人是安尼讲良心话，毋是所有的台北市民拢失去这个理性，有真侪民众对着即个大陆籍的即个教员呐，还是讲较低级的公务人员，我若事先拢有甲因做真周全的保护。因为平常时啊。毋知免讲啦，都真在讲即个某人伊都无贪污，伊都无食钱虽然是一个官员，都真差不多。即款的原来是被保护在内，拢无甲卡着，无甲修理就对啊。所以讲，伫咧即款台湾人极度的愤怒因从即个目标本来是敢若真单向的讲对这个高官食钱官的不满。想要拍一个出气，但是引起甲讲全面性的讲会来拍这外省人这部分的记载，咱请洪老师是毋是来甲咱做一个比较较详细补充？是，当然啦，
咱看会出来讲，真侪失去理智的这个台湾人，看到外省人就甲拍甲摸。当然，用这款的角度来看是毋对啦。但是问题就讲，连接1年4个月，迄款外省官员去吞大台湾，迄款愤怒啊，实在是袂使怪这台湾人啦。当然，嘛有一部分的外省人在事后啊，因着你讲吼，好啊，这台湾人啊，尤其这罗蛮以为啊，非常的残忍。啊，看到这外省查某囡仔，啊，都要共戏人，啊，共母仔囝斗阵拢拍死。甚至讲用日本的武术刀吼，甲迄有心的外省查某人啊，当场甲刣死啊！这敢有事实？当然，这是因讲的就对啦，无法度通个证实。但是问题就是讲，咱台湾人认为讲要拍外省人是有可能啦，但是讲举刀要甲因刣，或者是举枪甲因扁吼，迄绝对是真无符合事实啦。因安怎你知？你像屏东迄个湄浪啊，真有名的一个作家，或者钟理和本土作家，是钟理和，伊就讲在2礼拜的时阵，伊拄踮咧台北，伊踮咧台医生馆啊，所看的事实是讲吼，去互机关枪扫射烧死的，拢是本省人；若去互拍着伤的啊，拢是外省人就对啦。所以不管安怎啦，当然有一寡讲安尼遮游手好闲的遮罗蛮，随便去拍外省人。这是有可能啦，但是问题就是讲，亲像当时担任联合国救济总署的一个官员，都是后来做过财政部长，这叫做汪一定。汪一定在伊的回忆录内底有讲过，伊讲吼，伊捌看过即款的情形，都是外省人吼受伤的啊，大部分拢是去互军拍着的，或者是去互军头母摸着的啦。无迄落刀伤轻伤的对。是啊，因为咱台湾人解释就讲台湾人根本就无枪嘛，无武器啊。是啊，这就是讲，在即款的混乱的情形之下，难免有一寡讲甲无辜的外省的这公务人员或者是来台湾旅行甲做生意的外省人，变做是代罪羔羊。但是咱用另外一个角度过来看就对啦，因为1年4个月即款的吞打，你讲要叫台湾人安怎有理智吼？迄绝对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对，但是讲即个台湾人也不是伊的善良啦吼，因为伫咧拄则我都有讲过，对着较低级的即个公务人员还是讲一寡教学生的即个老师，台湾人嘛是足尊重的，虽然伊是大陆籍的，嘛拢真安尼安全咧甲因保护。是，甚至讲吼，咱离甲外省的遐公司的物件摕出来放火甲烧啦，甲弄歹，若有人去甲偷摕啊，只要去甲偷摕，遐台湾人嘛照常去互咱台湾人甲拍就对啦。对，会记得讲一摆咧烧，毋知倒一个高官因兜的财产吼，迄其中一堆粉呢，一个台湾人想讲，这粉烧掉拍算，就要摕一包茶落地啊，边台湾人看到讲无志气，大家怎饲个甲拍呢？可见讲台湾人完全是愤怒，伊毋是为着贪，毋是为着要得。是啦，当然咱因为受到日本人的教育啊，大家对毋是家己的物件拢袂讲有啥物款的即款贪念就对啦。真清楚的是，所以2月28号下昼2点外，一批台北市的市民，因就踮咧成功园集合，你开这群众大会，大家就讲看要安怎对这2礼拜发生了有啥物款对策啦。同时伊嘛占领成功园内底台湾广播电台，而且向全台湾广播啦，报告这事件发生的经过，甲呼吁咱台湾同胞都要出来安尼对政府来抗议就对啦。是，当然放送的内容，大家伊是讲啦，伊讲吼，台湾自从光复以后政治真黑暗，到处拢伫歪歌等于佫去互遐小林，包括即个包可用严家淦甲警阮遮人包围对遮歪歌官毋捌办甲半个人所以遮歪歌官说无法无天呢，大家安尼牵亲引戚，官相护，加上遮武装的军人甲警察，因甲地方的官僚勾结伫走私，致使甲台湾的米拢走按国外去就对，百姓煞无饭通去食呢。所以因放送的时阵，因就呼吁咱台湾人讲，若要枵死，不如大家徛起来啦，
甲所有各地贪官污吏拢甲赶走啦，咱台湾人要生存就对啦。这段话会用来讲是真为这个台湾人的心肝院仔内底入去啊，是是，因为这就是即马目前现阶段台湾人的痛苦，台湾人的心声嘛。是，所以因趁这个机会，讲互全岛的台湾人了解。当然，咱知影讲当时台湾的家庭内底有这个垃圾哦的收音机的真多啦。对啊，所以台北的这市民一个开恐怖的时阵，所有北部遐的大细这城市，包括讲这台北县的邦桥啦、莺歌啦、十指啦，拢响应就对啦。大家拢要来拍这阿山。台北市民听到广播了，一寡少年家啊吼，袂论得去啦，因就踮咧市内迄个壁顶头拢甲打啥物呢？打讲打倒同义商店贸易局，打倒同义商店专卖局，讲就爱庆决这相反，实行这新的民主主义啦。到了28号下昼3点，同义一看讲天下大乱，伊挡袂住，开始台北市就实施这款戒严啦。戒严敢若咧戒严咧？台湾人敢知影戒严的内容是啥物？违反戒严又搁会安怎？是啊，因为咱台湾在日据时代啊，从来都毋捌戒严过啊。当然一般来讲啦，戒严伊的规则就是讲，袂使有集会游行这款的代志发生。上面就是讲，你暗时的时阵嘛，袂使踮咧街仔路乱扫啦。伊根本就针对即马台湾人有诶情形来伫咧设伊诶规矩嘛。安尼一个来，是毋是所有台湾人拢已经犯着戒严令啊？是啊，但是咱台湾人无迄款个概念嘛。因为安尼时阵，遮同义诶这武装警察踮咧台北市到处巡逻，只要有违反即款戒严令诶，一律拢用机关枪扫射甲因走啊。所以台湾人实在有影讲起来真衰啦。嘛用个讲同义是足残忍诶，因为这个戒严令一落来，变成讲伊掠人也有理，杀人嘛无代志安尼啊。是啊，这就是戒严令可怕诶所在啦。实在可怕。所以迄阵啊，有一寡住喺中南部诶，这大学生啦，或者是中学生啦，因就想台北遮乱啊，干脆转来咱下港小美一下，等甲台北经济较好，才搁转来。因就小少去台北车头。这个附近的这铁路局啊，去问讲车班偌久要开啦？一个无问也阁无要紧呢，问了了才以违反戒严令，有会去用掠去，有会去用当场甲鞭死。规个台北市这市民少年家，大家拢掠讲呢，讲你用穿安尼无缘无故安尼甲阮鞭，你有穿我嘛要有穿啊，大家来拼看卖啊，看什么人较厉害嘛。所以倒一搭有穿。派出所才有枪啊！毋来抢。是啊，但问题是派出所遐的警察早就已经走到二股骹，哪有枪通搁抢啊？虽然即马台北市民手无枪、揣无武器，但是一点都无影响因要车拼的决心呐。个人转去厝的说法，尽量超啊，看倒一项物件会当做家私的。长的嘛好啦，短的嘛无要紧啦就安尼拢传的，决心讲要车拼到底。会用安尼讲，但伊实在有够夭寿骨。为2月28下晡3点开始实行这个戒严令了后，因为戒严令一出来，了违规，伊就开枪有理啊毋管讲即枪弹出去，人会死还是会伤，伊拢不管啊。所以伫咧台北市啊，到处是庆声不绝，也伫咧台北市民会讲家家户户惨声连连呐，查某人惊啦，囡仔哭啦。一万年啊中间，规个台北市，迄款较早，迄款安和乐利的生活已经毋知走位倒去啊。目前咧台北城根本就敢若是一个黑暗的地狱城共款啊。是啊。所以中国官员啊，讲话拢无算话啦。这是因的文化的结晶啊。安怎讲呢？参就讲，在即天的早起11点的左右啊，咱台北市民有5个代表向同义提出5项的要求呢。同义虽然伊无接见无毋对啦，但是伊嘛派伊的参谋长或者瓜员分啊来接见这5个代表。
这5个代表因的要求是啥物啊？这5项要求内容是啥？就是第一，就要当众枪决凶手。第二就是讲，你专卖局你共拍死人啊。这死者这丧事的费用，拢都要因负担啦。第三就保证后摆袂使发生类似的事件。第四点，专卖局长都要亲身甲民众代表来讲话，而且都要当面来道歉。最后一点当局都要马上甲专卖局的主管拢甲示头路啦。你甲看卖瓜婉芬伊全部拢答应啦。你讲啥物我就是答应啦。但实际上敢有照安尼去做咧？无咧。是啊，另外一点就是讲，伊下昼2点的时阵，台北市的参议会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全体的参议员，而且邀请省参议会议长黄兆琴到阵去长官公署向党议陈情来参详这款讲要安怎来解决这个代志。因向党议提出来的条件就是讲对这款不法的专卖局的这个职员一定都要甲听发，而且警察大队伊的存在有害无益嘛都要甲改善。另外，因更加要求党议政府都要下一道命令，禁止军营警察向人民开枪党议讲，恁讲要甲这个凶手依法严办，这无问题，我一定做会到的。警察大队恁讲要甲改善问题是因为本省的这个警力不足所以咱警察无够，我毋则加一个警察大队这要甲改善，后摆才过来参详亲像讲，你要禁止开枪这款代志，我嘛一切拢照办这是伫咧2月28下晡2点答应这个参议代表嘛参议会代表，但是价卡薪伊随时发布戒严令，或者军人到处咧乌白开枪伤杀人民，可见讲这政府官员讲话拢无算话，做诶甲伊讲诶拄啊倒摆。会用讲这中国官员因天生就有讲白贼诶天分是啦，无毋对。所以在28号这一暗的7点半，台北市民才开始咧食暗顿的时阵，忽然间垃圾又传出一个预告节目的消息，就是讲无偌久的时阵警总的参谋长瓜婉芬甲黄兆琴、台北市参议会议长周延寿、各大代表谢吴，就这个事件要向人民做一个真重要的公布。当然，这台北市民耳孔也来注意听，因为这对因来讲是太重要的消息。无毋对，瓜婉芬伊大约内容是安尼讲伊讲台湾按光复以来，中央对台湾会使讲足关心的所以毋则特别派党议长官来台湾，所以党议真爱台湾同胞一切政治措施拢是为台湾同胞咧设想讲光复以来，咱台湾治安嘛真好产业嘛已经复兴只不过是因为掠私分的代志，才误伤人命因此说外省人叫台湾人拍，伊感觉讲这真使人疼心所以瓜婉芬伊佫讲伊讲，互伊较艰苦的，就是讲日本人甲外国人看到咱兄弟家己搭来搭去踮咧边咧拍婆讲爽就对啦。所以伊希望咱台湾同胞都要小想者啦，这是毋是咱台湾同胞真见笑的代志咱看会出来讲，瓜婉芬伊遮所讲的完全甲事实无共款。伊这心态嘛足奇怪呢，一句讲台湾同胞家己爱想者，台湾同胞爱检讨若要讲安尼兄弟冤家敢毋是台湾同胞的体力足见笑的代志，可见因家己本身拢无做任何的检讨嘛对对。中国官员本来伊就无反省的能力啦。伊若讲对伊的这政治的措施，只要人民反对，伊就感觉足无民主的。咱知影中国官员同爱民主，一旦人民对伊嫌疑，伊迄款反抗的力量真大滴。嘛真正呢。是，所以瓜婉芬刷落伊就宣布讲，长官公署要安怎处理这个代志咧？真简单，俩代志的拢甲严办，而且后摆绝对袂使有这款类似的事件发生。第二就讲，少数的台湾的这暴徒，因为这个事件做出一寡什么越轨行动
危害治安。伊讲正总诶，才开始实行临时诶戒严。当甲讲安尼，一切诶这特殊拢完全恢复诶时阵，戒严令马上就要撤销啦。瓜湾分这两个结论，用意就是讲暂时要安打咱这台湾人啊。刷落去诶广播是这个黄兆琴甲周延修，因诶内容是比较较简单吼。大约也是讲劝告民众啦，大家莫激动啦，都爱信赖代表甲政府诶交涉，等待合理诶解决吼。刷落去是由一个查某医生上午诶广播，迄内容就不哩长啊，实在也不哩含啊。上午安尼讲啊，讲下晡伫这长官公署面头前吼，宪兵伊并无甲民众开枪啊，只是迄当阵民众人数太多咧，大家踮咧客诶时阵吼，互相扭勒勒，有几个人轻微受伤啦。而且伊本人也有亲身去访问林江麦，即个查某人伊虽然有受到一点点轻伤，但是绝对毋是互政讲讲着诶安尼啦吼。上午又搁讲，即马宪法已经颁布啊，所有台湾人千万一定都爱冷静，爱做一个好主人，毋通乌白听信谣言，轻举妄动吼。上午讲，这陈仪长官是一个真难得的好人伊即马全心全意爱惜台湾同胞。那陈仪长官伊绝对袂歪过的啦，因为伊也无囝24岁啊伊无需要讲安尼歪一寡财产来留互伊的子孙啊。而且陈仪长官对这一届所发生的代志，感觉非常的痛心。但长官答应讲，要以上界宽大的处理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绝对无要追究民众的责任。因此，所有的这台湾同胞一定都爱遵守秩序，一定无论安怎爱信任当局的能力，爱静静等待当局的处理。这官员讲这话了后，伫垃圾药边仔听的这台北市民是安尼热甲迄顿饭食袂落去啊！根本这拢全是代表官方的广播嘛，无一个是代表民意伫咧讲话啊！官员分遐的话都已经毋是人讲啊，甲这清冤的市民当作是暴徒。即马上午又搁替陈仪背书，一声陈仪长官英明，两声陈仪长官优秀。凡是有听这段广播的人啊，大家是安尼硬甲规工会强要舞出来呢。迄顿暗饭根本都袂顾伊食，一大堆人拢毋免烧药的啦。大家拢共款有迄个默契就对啊，安尼袂顾伊食饭，食半工就走去社务因兜的门骹口，要问伊讲当你是食饱未？你是啥物意思？你这广播的内容甲事实根本都无符合。社务即摆若转去。当着这愤怒的台北市民，会有啥物款的局面出来？咱下一段的内容就会做交代。